好，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介绍一个做现仔的大师，伊是读电机的，掌握到物理的原理，找到适合的材料，做出来的现仔，这个声真水。毋但台湾的音乐家真爱，都参日本、美国甲加拿大嘛小济来甲助文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老师傅。 温暖佮有力的声音，充满规间工作性。因有这款音色是台湾作琴大师李13研究20年才总算找到的。兔皮白线精心打造现仔每一个环节。今年56岁，本名叫李春正。本来咧做国家进口生意，因为进口无顺利，会开始研究做琴。伊的目标真简单，就是要开辟出属于家己的音色，要伫现仔市场打造台湾的地位。直接就是。 导入那个小提琴他们的专业的论述来制作，所以整个制作的这个流程跟程序跟过程，就完全跟大陆的二胡扯不上关系。李13的琴减进的杂音，音量冇修正，或者个现在穿透咧变到更较明显。有机还伊开发出一套家己的技术，上困难的所在就是爱找好的材料。调皮都条件都不一样，甚至同一条皮的。 前后的部位不同，它的条件也不一样。做现仔所需要的蛇皮甲木材，师傅拢亲身见过。即卖日本、美国甲加拿大拢收正要注文伊的手工现仔。李13正持续创造出属于台湾家己的声音。即卖伊嘛开始教学生，希望讲，让这个做琴的技术传承落去。